你好。如今世界似乎越來越個人主義，人們常常將責任推卸給他人。令人沮喪的是，缺乏願意與他人痛苦產生共鳴並承擔責任的溫馨之心。然而，同理心和責任感可以讓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加光明和溫暖。在大衛王的時代，人民遭遇了一場巨大的災難。當災難威脅到首都耶路撒冷時，大衛坦白說：是我犯了罪，做了錯事。這些羊做了雜麼？讓你的手落在我和我的父家身上吧。撒母耳記下24:17。看到他的人民受苦，大衛王喊道：我犯了罪，打擊我吧。他承認災難源於自己的行為，並表達了願意承受人民痛苦的決心。就像牧羊人為羊群犧牲自己一樣，大衛展現了一顆承擔他人痛苦的心和深深的責任感。這是一個真正領袖的標誌。大衛的懺悔，我是罪人，是對當今責怪他人而非自己文化的警醒。我們很快就會批評他人的錯誤，卻迴避自己的過失。然而，真正的領導力和成熟來自於同理心和責任感。大衛的行為也讓我們想起耶穌。耶穌理解我們所有的痛苦，並為我們的罪代求。儘管他無罪，耶穌卻在十字架上承擔了我們所有的罪。他的犧牲為我們的罪付出了代價，並獻出了生命，是他代替我們受苦之心的終極證明。即使現在，耶穌仍在我們身邊，了解我們的痛苦，並為我們不停地祈禱。當我們活在耶穌的愛中，我們就從罪和責任的重擔中解脫。因為耶穌承擔了我們所有的過錯，我們現在可以通過他的愛，培養一顆為他人受苦的心。在他愛的賦能下，我們可以超越自私，奉獻給他人，並獲得犧牲之愛的能力。帶着耶穌的心，我們可以服侍他人，為他們祈禱，成為讓世界更溫暖的愛的管道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讓我們記住大衛的同理心和責任感，以及耶穌為我們付出一切的愛。如果我們以對他人的痛苦的同理心生活，並自願承擔我們的責任，我們的社會必將成為一個更光明、更有希望的地方。